泰地丁400幾年嚟啦，一直都有捕獵海豚嘅傳統。雖然動物權益組織呼籲當地嘅漁民停止捕獵，不過漁民並冇理會。由李建生講下點解。泰地丁係一個住咗3000人嘅漁港，呢度附近水域有海豚出沒，佢哋就成為漁民嘅捕獵目標。漁船同潛水員將海豚逼埋一角，過咗一陣，海水就變成血紅一片。動物權益人士5年前開始關注呢個問題，仲拍低影片對外公開，認為呢種捕獵行為殘忍，希望喚起各界關注同阻止。不過當地居民就好反感，認為外界想干預佢哋嘅生活習慣，連當地警察亦都幫手，加緊查問陌生人。漁民捕殺海豚之後，會將海豚肉送去當地嘅超市同鄰近幾個城鎮出售。地方政府就話，如果唔俾佢哋捕獵海豚，居民嘅生計難以維持。而日本水產廳就話，佢哋容許漁民每年捕殺最多2萬條海豚，因為海豚並非瀕危動物。We don't like to play God, saying that this animal is just for food, and this is not. We are sure that the handling of dolphin is not so different of handling of other hunted animals. 不過有地方官員承認，食咗呢啲肉類其實會增加水銀中毒嘅機會。有線電視記者李建生報導。